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今集嘅國標 Channel。咁今年呢，就係中華製錶70週年，同時亦都係海鷗錶成立70週年，所以呢，海鷗錶都陸續咁呢，就可以推出咗好多呢一個復刻款嘅手錶。咁講到最有紀念價值嘅呢一個款呢，就一定係要講到佢5星牌嘅呢一款手錶啦。咁上個月呢，就同大家介紹過呢一個復刻版嘅5星錶中國紅嘅呢一個限量版。咁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呢？咁如果係未睇呢條片嘅話呢，記得 click 翻入去呢，就睇翻呢一條片我所介紹嘅呢一款啦。咁最近呢，亦都翻多咗一款顏色，咁就係我而家呢一個經典款嘅米黃色。咁感覺上邊呢，就更加貼切翻當時初代嘅呢一個5星錶嘅風格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去講下呢隻手錶先。咁喺外形方面呢，有好多設計嘅細節位呢，都係向呢一個5星錶致敬嘅。咁首先保留咗喺12點位置呢，下邊就一粒嘅五角星。咁啊，除咗原有嘅一粒星之外啊，咁而今次呢，呢一個復刻版呢，就再加多4粒星星，咁就真正有5粒星星喺呢一個錶盤上邊啦。咁另外錶盤印上28鑽同埋中國製嘅字樣，更加有當年嘅5星錶復刻嘅感覺。錶盤上邊呢，就用咗米黃色，配上呢一個金色嘅刻度、字釘同埋呢一個指針，而且就保留咗5星錶最標誌性嘅呢一個紅色秒針。整體嘅呢個造型嚟講呢，就包括咗呢個錶殼嘅殼形啊、錶盤刻度、字釘嘅設計，比較偏平嘅數字刻度，模仿咗初代嘅5星牌手錶。咁啊，講多少少關於呢個錶面上所貼有嘅呢一個轉數。咁其實咧就基於呢一個機芯嘅一項參數。咁喺早18世紀，製錶師就發現，如果以硬度較高、打磨光滑嘅寶石咧嚟製作出機芯中上勞損頻密嘅呢一個零件部位咧，咁就會大大咁延長咗呢一個手錶嘅使用壽命。於是咧喺呢一個齒輪嘅續眼啦、擒縱差額同埋呢啲擺輪嘅圓盤等等咧，都係比較容易勞損嘅零件咧，上邊就用上呢一啲咁嘅寶石。咁喺當時，寶石係非常之罕有，硬度高、冇瑕疵嘅天然寶石咧，就更加係不可多得。所以喺手錶上邊顯示出嚟嘅呢個參數咧，其實就係想俾人知道，某些手錶裏邊咧，除咗有呢一個鋼材嘅零件配件之外咧，而喺手錶裏邊再顯示翻呢一個寶石嘅轉數咧，就更加奢華啦。咁就隨住呢一個環境嘅因素啦，大多數嘅工匠或者係呢一個製錶咧，都會選用較容易取得或者係啲加工嘅紅寶石。咁其實機芯裏邊使用咗幾多粒嘅紅寶石咧，都唔能夠單憑呢一個寶石嘅數目咧，去判斷翻呢個機芯佢本身好與壞啦，或者係高與低嘅。我只係想分享翻我自己都好想知道嘅呢一個由來。所以以上呢，就係所揾到嘅資料啦。當然，隨住呢一個時代嘅發展啦，手錶或者係呢個機芯呢，都需要不斷咁去提升同埋改良嘅。猶如喺昔日嘅呢個亞克力面啦，改造而家嘅呢個藍寶石嘅曲面玻璃。咁啊，刻度、時分針呢，亦都加入咗呢一個夜光嘅顯示。另外，精鋼嘅錶殼呢，就用咗偏細嘅38mm 黃金尺寸，咁啊配上一條啡色嘅牛皮錶帶。而機芯方面呢，就由昔日嘅手動上鏈改為自動上鏈，用咗海鷗喺2003年自家研發嘅 ST2130嘅自動上鏈機芯，咁即係海鷗最常用嘅一款機芯，簡單嘅3針款式，高頻嘅驅動。錶盤裏邊所顯示嘅28鑽呢，就係海鷗錶對於機芯所提出嘅呢一個要求同埋提升。咁穩定性亦都係非常之高。一般而家用緊嘅自動上鏈嘅海鷗錶呢，大部分都係以呢個透視底嘅。不過今次佢呢一個設計呢，就用咗呢個密底嘅設計，咁就貫徹翻初代嘅5星錶嘅呢一種懷舊感。咁而錶底呢，就重複出現咗呢一個 T 字，咁就代表咗海鷗嘅前身天津手錶廠嘅一個拼音字，咁就係呢一個 T 字啦。好啦，咁大家對以上我所介紹嘅呢一款5星錶嘅手錶感興趣嘅話呢，咁啊不妨即時去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裏邊呢，就參觀下、試戴下或者係了解下更多嘅資料。咁如果大家係喺外國嘅朋友呢，咁不妨可以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呢，咁就可以選購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啦。咁而喺澳門嘅朋友就不妨去翻羅尼樓馬路嗰邊呢，有一間 Hastime 嘅手錶專門店呢，亦都有我哋嘅中華國錶啦同埋國潮嘅銷售點，不妨可以去翻嗰邊呢，就了解更多呢一個資訊啦。咁好啦，故事呢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咁啊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撳翻個鐘仔，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呢，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。好，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，拜。